新竹市环保局核调志工要免费替民众用修理代替买新的，包含补这破去的衫裤、家电用品、家具，甚至是铁马，都会当透过专业的志工免费替民众修理。因就是希望这资源循环再利用，呼吁大家爱珍惜。透过幼路的手工，民众厝内原地已经特别歹去的家具，即马可以当继续使用。另外一边，还有家电志工，当咧帮民众修理电器用品，唔但技术好，而且修理拢免钱。希望可以让民众就是珍惜一些就是物品，但是我们这个零件是要自己去准备的。新竹市环保局在将军村成立修复干妈店，透过志工的参与，免费帮民众修理厝内，无论是家具、电器用品，也是补破去的衫裤。甚至连铁马嘛拢会来修理。我们建议就是，如果它断裂的话，东西不要丢，就保留下来。然后或者是做起来有摇晃的话，也可以拿过来整理。那衣服的话，建议就是扣子或是拉链坏掉的话，都可以去做整理。尽量能够以维修来代替购买哦，尽量减少购买新品啊，来使用我们已经在使用的一个物品。新竹市环保局表示，未来民众有需要，会使提早去注文。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假日，拢会当提去现场免费修理。环保局希望透过修复干妈店来推广循环再利用，这会学习小宝的重要性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